创世纪第20章，亚伯拉罕甲阿比米勒。亚伯拉罕对遐渐渐刷起年结婚，寄居伫加地斯甲苏尼中间的基拉尼。亚伯拉罕讲到伊的某撒拉的时，拢讲伊是我的小妹。基拉尼王阿比米勒派人将撒拉带去。暝时伫眠梦中，上帝来甲阿比米勒讲：“你该死！你带来迄个妇人人是别人的某。”阿比米勒还未亲近撒拉，就讲：“主啊，无辜的人民你嘛要消灭咯？迄个人竟毋是家己讲伊是我的小妹，迄个妇人人嘛讲伊是我的兄哥。我做即个代志是心端正，手清气。”上帝伫阿比米勒的眠梦中对伊讲：“我知影你做即个事心端正，所以我阻挡你，接连你得罪我。我不准你忘掉伊，但你得将即个人的某行伊，伊是先知，会替你祈祷，互你活着。你若毋行伊，你着知，你甲你所有的人一定会死。”阿比米勒透早起来，召集所有的人神，将这个代志讲互因听。遐个人神拢真惊吓。阿比米勒叫亚伯拉罕来，对伊讲：“你若会对阮做即款代志，我倒位得罪你？你竟然互我甲我的人民陷落重罪，你无应该对我做即款代志。”阿比米勒阁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是安怎要做即个代志？”亚伯拉罕应讲：“我想讲，即所在的人拢无得惊上帝，会因为我的某的缘故甲我杀死。佮伊实在是我的小妹，共爸无共母，后来做我的某。当上帝叫我离开老爸的家，四界漂流的时，我甲我的某讲，以后咱无论去倒位，你着甲人讲我是你的兄哥，这是你予我的温情。”阿比米勒将牛、羊、仆人、女婢送予亚伯拉罕，佮将伊的某撒拉行伊。阿比米勒佮讲：“我的地拢伫你的面前，你爱住倒位就通住伫遐。”伊佮甲撒拉讲：“我有互你的兄哥1000块银，做我对恁全家的补偿，证实你是清白。”亚伯拉罕向上帝祈祷，上帝就医好阿比米勒伊的某甲女婢，因就会生囝。因为上主为着亚伯拉罕的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互阿比米勒家内的妇人人未生育。